农历4月是万物生长的季节，最适合耕种。群山之间的梯田都被灌满了水，准备插种秧苗。这次我要给那个小朋友们做一个东西。这个呢，我们就是按照这个高度来看啊，它是个笔筒，它也可以算是个玩具。你可以无限的做上去，做得很高。你想象当中可以放什么东西，根据你自己想象。你别说，孩子们的脑洞时常能带给郑爸爸很多新奇有趣的灵感。梯田有看到吗？看到过。哎，从梯田的那个灵感里面来的。看到一个物件，一个自然界的一个东西，你就马上会要去联想做些什么东西。大人们常常都活成了一个样，渐渐忘记了自己熊孩子时的天马行空。有时候还是应该活得像个孩子呀。你手摸摸看，你再摸摸看，是不是有高起的、高的，有不高低不平吧？啊，那么高低不平的，我们靠沙子打是打不掉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搓到。哎，对，我先给你们搓一个看看啊。是不是平的很多啊？是这边平了。哎。搓掉之后，然后你认为搓的差不多了，翻过来然后再把那个角4个角再刨掉，把它基本刨圆，然后用沙子啊什么一打，不就圆了吗？谁那边还有竹签？是不是太松了呀？20个小朋友
就能有20种拼接的方法。这就是郑爸爸的梯田笔筒。自由拼叠，创意无限，就像无尽而美好的未来。唱一首关